玩森林中的99個夜晚啊！哇卡好玩啊！呢隻 game， 聽講呢隻 game 真係好好玩㗎，玩咯！哦耶哦耶！哎呀，我哋要抽卡通先，即跳到上第4等級。哦耶！你上第4等級啦！呢個係小朋友先，今次太好玩啦！全世界最好玩嘅 game 啊！太好玩啦！太好玩啦！太好玩啦！超級好玩呢隻 game， 就全世界最好玩嘅 game 啊！哇！竟然冇人睇手嘅，哇！哎呀，你好玩啊，夠仔啫！哎呀，輸咗唔使驚，玩得咪得啦！哦耶！好啦，繼續玩咯！耶！視頻已經哇死好玩啊死！啲音樂好好聽啊，實在太好玩啦！耶！呢隻全世界最好玩嘅遊戲啊！耶！Let's go！ Oh yeah！Oh yes 啊！超級好玩啊，真係！好啦，而家就跳落咗第3等級係齋嘅小朋友啦，玩遊戲啊！耶！第3等級係個小朋友咯！啊，呢 game 真係太好玩啦，真係最好玩嘅 game 啊！yes！ 哎呀，老公快啲！哎呀，飆！哎呀，又死咗隻，唔驚，再玩多次，唔使擔心，玩得都係超好玩嘅，大家係全世界最好玩嘅遊戲呢！Oh yeah！ 真係太好玩啦！呢 game， 再次快啲嚟到第3等級啦！我做咩又死咗㗎？哎呀，再玩多次啦！再玩多次啦！已經第99次玩咯！哇，同99嘢同呢個數字啊，真係開心啊！耶！又要玩呢個垃圾嘅森林中的99夜晚，真係激死人啊！又玩呢個垃圾，完全就唔好玩嘅，一啲好玩嘅內容都冇。又要打啲咩個垃圾落到跌落啲牛扒嚟嘅，咁仲遊戲兩場點粒垃圾先玩垃圾啊！鑽石，即鑽石寶箱得幾粒嘅，根本就垃圾遊戲。玩超，根本就唔好玩嘅垃圾 game。你話做咩？一衰玩幾個鐘，完全冇任何嘅有趣，又要斬個樹，我為咗成就啊！為咗啲成就先嚟玩呢隻垃圾遊戲啫，全世界最難玩嘅遊戲啊！呢個係就太垃圾啦呢隻 game。你就救下睇垃圾小朋友啊！哎呀，這點解要玩啦？點解仲未救到？點解仲未救到？點解仲有個窿？點解突然間登場晒？玩嘢啊呢啲！我又唔中意我啊！又要開個垃圾火！嚟！直接跳咗度開個小垃圾第3等級為止。終於升到啦！呢個垃圾火焰啊！終於升到啲垃圾火焰，又要救啲垃圾小朋友啲小屁孩，抵死啊！我俾人幫，點解我死啦？一隻嘅半點好玩嘅地方都冇，垃圾遊戲，離開！好啦，大家如果你中意咁樣嘅小劇情咧，就記得要訂閱、撳讚，再加留言啊，3件套啊！如果大家真係中意嘅話咧，訂閱留言啦，會創造更多咁樣嘅小劇場啊，或者你想睇教學多啲啊，你哋都可以睇教學噶。你想睇教學片咧，就係劇情片，你可以喺我呢度片下面留言噶。
好啦，我係 Alpha 之呢嘅頻道，下次見，拜拜。